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去年12月19，专人伫台中的仓库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今仔专人甲其他2间建商计共有14个人被起诉。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国会助理是邀请调解立委人士来呼吁陈玉珍撤案。 有立委逼国防部有一个5亿9千万炸药的标案，和台南一间装潢公司表示，国防部是强调讲，这间公司是会当来经营化学原料的进出口。来看去年的12月19，专人公司伫台中的仓库火烧，有9个现场的施工人员互烧死。台中地检署侦办一档，最近侦查终结，对于专人公司、互益营造公司、佮有新林公司这3间公司，计共有14个人是防以为 过失第4罪，佮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提起公诉。其中，新林公司南溪现场负责人及诚信主任工程师身负公安重任，却违规赶工，严重怠忽职守，致酿重大死亡职业灾害，造成被害人家属无可弥补之伤痛，恶性重大，且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予以从重量刑。 起诉书是指出讲，新林公司为着要赶工，空调配管的人员伫咧切割地板的时候无做好防火的防护，相关监督人员嘛拢无注意，造成这场有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真严重的火灾。这3间承包公司佮有发包的专人拢爱负相关的责任。 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有真侪争议。国会助理今仔是邀请调解立委人士，呼吁撤回提案。民进党团的干事长郑嘉彬，佮有真侪民进党的立委人士，强调讲要以实际的行动，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 民众党的立委陈昭基嘛参加人数，佮讲伊的办公室的助理嘛拢有来人数。法务部是指出讲，这案涉公共利益甲廉政，建请参考各界意见，爱斟酌来研究。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推动助理费除罪化修法，引起众人的质疑。国会助理催告发起人数，呼吁撤回提案。到那已经得到下党派办公室，要300个助理参与人数。 工会11搁一届发声明，甲国会助理话讲爱为家己的权益徛出来。人事发起人嘛邀请调解立委做伙人事。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民主进马以及我们党团的成员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我们支持更健全、更透明的国会助理制度。 除了民进党团来收听，在野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嘛来签署支持，佮讲伊办公室助理嘛已经人数。他当然也有权利为他自己可能以为受损的权利发声，所以我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仁都签署了这个助理工会的这个联署单。陈玉珍提出修法的内容，防止其恐惊会严重损伤助理的权益，也佮有700多万公费助理预算的运用。 民进党团认为应该推动立法院公费助理任用法，把公费助理的任用法制化、透明化，才是头路。8亿多全部拨给113个立委，每个立委就是多了779万多了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你们拨出去，后边立委要怎么统筹运用，立法院管不着。 法律如果这样规定，我们当然就这样执行了。我会认为说，在一些的经费的核销上面不用减负担去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不论立法院的组织法是否修法，那助理费的资金来源仍然属于公帑，而对于任何公职人员来说，公款公用都是很重要的准则。法务部进一步指出，这个案涉及公共利益甲廉政要求。 希望收集各方的意见，谨慎来研究，而且以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单独增加立委的费用或者是台具的规定，应该为后一届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仔通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甲适用的对象对现在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女性的同婚配偶，甲满18岁孤身的女性。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这部分，这届是无处理，草案会阁送立法院审议。
争议真久的人工城市法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本总算出来。行政议会10月通过修正草案，即摆修法将人工城市适用对象扩大到女同志配偶加满18岁单身女性，不过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部分确定脱稿处理。我们希望在维护人工生殖子女权益知悉权，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开放未婚女性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卫福部表示，即摆修法主要是伫妇女生育自由甲囡仔上好利益。人工城市适用对象为即摆未生翁某扩大到女性同婚伴侣，满18岁单身女性同婚数的部分，爱是合法登记，使用任何一边的子宫甲卵来完成。满18岁单身女性也爱使用家己的卵甲子宫来进行人工城市。本协会非常支持。这样可以让单身女性的结婚跟生育脱钩，也回应了想生育子女的女伴侣需求。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因为她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这是没办法这样。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另外，针对同性婚姻部分，修正草案佫增加广告亲属关系，较无人工城市的囡仔有相亲，免去法院来认定。若签手术配偶同意书，亲属关系就成立，就算未来同性婚姻解除，亲属关系依然存在。另外，也扩大会员知识权，让受试者开始进行人工城市进程，应知影关键的人的国籍、血型、肤色等，也可查询是毋是有重大遗传疾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顶案，今仔开始连续2天开庭，嘛传唤郭文地等11个被告。郭文地是要争取专程现场直播，也毋过法院只裁准讲宣判了后5日会当用录影的方式来放送，所以郭文地昨个提出控告，要继续来争取。本来今天可以利用法庭直播的机会，让这个社会众所瞩目的案子可以向这个社会大众来公开说明，结果今天这个法庭直播变成了事后的纪录片，你知道我内心坦荡，我希望真相可以水落石出，我希望法庭可以直播，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你们有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合议庭今仔会确定法定其他的被告甲律师甘要控告，才个交予高院来审理。合议庭裁准的公开放送，按算会对后礼拜1开始录影。今仔开庭的重点是来针对相关的证据和检辩双方来表示意见。后礼拜1会正式来言辞辩论。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指出，讲国防部一个预算8亿外的炸药的标案，落尾决标的金额是5亿9千万，得标的厂商是一间伫台南登记是室内装修的公司。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解释讲，这案经过2届的开标，敢若一间厂商来标这间公司的营业项目包括化学原料批发等16项，毋那只是室内装修。国防部嘛强调讲，因会落实交会验收、产品的查验，佮有原厂文件的查证。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七十日并且指出，一间登记地址伫台南叫做福美国际室内装修公司，用5.9亿得标国防部的 RDX 海哨机炸药采购案，质疑高价国防标案，甲得标公司营业项目无关系。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领土也伫并且表示，讲这间公司顶一摆承担政府案件是2013年，总统赖清德迄时阵做台南市长任内，得标有关公园有金台游乐设施加一万工程、建成器材甲道路路顶养护，佮加上外界质疑是不是量身打造。室内装修公司，那这跟我们的理解实在是完全是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那真的会让大家质疑，那这是不是有量身定做的嫌疑？如果有这样子的举发案件，那国防部就应当启动相关的查手段。到台南这边公司登记地址查看，现场是一间旅馆，负责人出外，员工无方便说明。就这样多啊，就这样多啊。法律地位，不讲这种。哎呀，国际贸易真的我就不清楚，我知道他们有从事建筑行业。哦。老板娘真的都是跟你的互动都很好。国防部长顾立雄解释，厂商主要是代理进口，不是需要有资质3年。没有国内自制产能嘛，所以它只要有代理商的资格。
那他能够向这个原厂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输出许可证明跟原厂的来源的证明，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火药的原物料，让我们经过查验属实，那就可以履约嘛。国防部表示，这采购火药原物料是国内厂商无产能项目，11月18、12月初2两摆开标，今日货币公司投标，公司营业项目也毋那干那是设来征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而且报价金额进入低价决标。后续国防部会做好相关的输出许可证明的查验，最后交货时阵原厂来源证明的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前防分署的台中查缉队9月时，伫高雄的小港机场查到有2个对泰国来的查某人哦，防以免费招待旅游，也毋过说是偷炸毒品来到台湾，嘛互查到海洛因664公克，这2个人嘛拢防以毒品罪来移送法办咯。泰国一个女子好亲像炸毒品要通关，去互海巡人员查到。几克？他是没的，50颗。我靠！赶快联络医院，赶快约医院急诊室。海巡人员听一个嘛错一条，赶紧联络病院协助，把体内毒品排出来，数量真惊人。海巡署台中查缉队9月初7伫高雄小港机场查到2个泰国籍的女子炸毒品要通关。查缉人员表示，这2个泰国籍女子为外观无法度辨认有炸毒品，原来伊是将毒品用吞入腹肚加吞入去的方式，用人体运毒想要炸入关。由贩毒集团将海洛因毒品分装为可吞食之椭圆形颗粒，或方便塞入私密处之长条状，提供给运毒犯嫌，分别以口服、吞食及塞入肛门等方式，将毒品加藏体内。2个人拢总炸海洛因664克，市价830万。若是成功互炸入来，会当加糖粉透布来卖，互25000人使用，危害真大。海巡署表示，台湾甲泰国跨国运动集团会以合作的方式，用免费招待泰国民众旅游的名义，吸引经济困难的民众运毒。动物科医师表示，用人体运毒风险真大。1小颗这样子的一个毒品，那个一出来，事实上是好几百公克，所以病人常常就是一下子大量的吸收，因为肠胃道黏膜吸收速度很快，一下子就会中毒然后死亡。洪东元表示，卖毒集团为了达到上大的效益，会用踏入去下身来运送，不过若是破气，严重就会造成死亡。中华检方侦办了后，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2个泰国籍女子起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航空警察局嘛，查到一件跨国走私大麻花的毒品案，一个咱高姓5的查某人哦，10月时对泰国炸超过16公斤的大麻花入境。初步调查，这个嫌犯是伫社群软体熟悉国外共犯，规方是以交往，佮提供国外工作机会，邀请伊去泰国，爱斗相共偷炸毒品，转来台湾，再买给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甲包装拆开，确定内底是大麻花。航警局安检大队会中关务署台北关10月伫桃园机场第1航厦检查为泰国曼谷入境本国籍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的托运的行李，伫内底发现30外包第2级的毒品大麻花，重量有到16.22公斤，初估市值超过台票3000万。查获一名本国籍犯嫌，将第2级毒品大麻16.22公斤夹藏在行李内，企图走私入境。初步调查，犯案的这个50岁姓吴的查某嫌犯是工厂的作业员，透过社群软体熟悉一个查甫的共犯，对方以交往、甲提供外国工作机会的名义，协助伊订机票、甲安排旅程，向伊到韩国运送毒品。查某嫌犯互抓了后讲，伊毋知迄是毒品，就是斗早破抢倒来台湾。经调查，犯嫌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国外的共犯，遭对方以交往、提供国外工作等机会，诱使携带毒品来台。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扩大追查幕后集团，甲伫台湾接应的共犯。航警局提醒，运输第2级的毒品会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提醒民众网络交友、爱情诈骗的陷阱，都要提悬警觉，较袂变做犯罪共犯。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局公布11月份的诈骗报案的数量和金额拢有减少，其中网络买物件诈骗占要3成，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是交朋友的假投资诈骗，所以提醒民众嘛是爱特别注意。桌顶这手机含储贷款的宣传单，拢是刑事局抓到的诈骗案件的证物。对民众报案开始，为车手落去查，才一路发现其中有中人、有土地大师来参与。刑事局表示，因主要的目标拢是老大人。资产遭诈骗一空之后，诈团再将被害人转介至贷款中介公司，并配合土地代书及金主，将被害人所有房产设定抵押借贷后。再交由面交车所取款。目前清查被害人达数十人，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4亿余元。根据刑事局统计，今年11月份受理的诈骗案件有452件，损失的金额超过1亿9千万，和去年同期比虽然有下降，但个刑事局讲诈骗的手法出头也是真多。第一个是网络买物件诈骗，占要3成；第二是假投资诈骗；第三是交朋友诈骗。那首先第一个案例的话是最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就是假借演唱会门票的方式。那第二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假买家骗卖家的部分，就是民众在网络上，在卖东西，那你会看到有人会很积极的来跟你主动说我已经下单或已经付款，那要这个被害人马上做快递的一个出货。或者他说，付款失败。刑事局嘛发现，前一阵韩团大明星的演唱会较济，所以嘛有大量出现演唱会门票诈骗。另外嘛要提醒接判到的诈骗手法，亲像假的工作机会、代领优惠、伪造公司邮件者的，呼吁民众就要细致，若是有疑虑就要卡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因为之前高雄的美东红头岛本色，市政府得严格来管理引进的废弃物。有议员特别讲，大寮国小的跑道中间工程挖出来的土石啊，因为政策规定即马敢若会当先蹲伫学校，所以影响到学生的安全。议员嘛讲即马毋是个案，至少有5间学校拢有同款的状况。因为跑道当咧改建，高雄大寮国小运动场自9月初动工开始，都用护栏扎起来。原地12月都爱完工的 PU 跑道，校长讲工程做10外工，就当着发生利用偷盗废土的代志。市府严格管控废土处理，厂商挖起来土再无路，甲大也蹲伫咧边仔角。运动场袂当经，囡仔要上课，民众要运动，拢敢会当伫边仔找所在暂车渡过。原来预算这个土车出去可能4、5万块就当解决啦。即马这个土车出去要60、70万啊，所以厂商伊会感觉讲哇，伊的利润拢无去啊，所以讲阮感觉讲这原来有道理啊，但是嘛袂当讲工程的闲的拢无做。因为政策改变，地属废土处理费用差14倍。议员讲这毋是个案，目前已将压的全高雄市都有5间学校因为废土再无路工程停打。议员强调，市府要管控废土，虽望开放南青计划区和公共工程的废土占坑，不过说定出1400立方公尺的标准才要收。学校工程拢干那100外方尔，市府爱想办法来倒3工。因为它没有这么大量的土方，那未来要怎么样的处理？我认为你可能要用一个公办的土资场或者是公办的地方，比照大坪顶嘛。我会责成公务局跟教育局赶快协商，因为我们公务局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土地上，还是有一些公有的土地，它可以先行暂置在那个地方。市府大建会先甲学校废土刷去公家土地占坑，和工程赶紧完成。目前大寮国小已经甲厂商协调，11月初先复工，按算囡仔休关时阵会完工。不离个学校原地12月校庆运动会，即阵嘛爱延到后学期去啊。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新竹县政府伫5月时表示讲，伫当掩埋场的本色已经拢变好势咯。也毋过时代力量是提出这2个月相片，质疑讲掩埋场的本色佫诚侪，县政府得讲白贼。环保局是解释讲，目前这掩埋场是先加做本色的转运站，现场的本色1礼拜内就会车去烧咯。请公布垃圾流向。杨文科说明清楚。杨文科说明清楚。提出11月底甲12月初的相片，质疑新竹县府讲白贼话。时代力量指控县府5月份对外讲已经解决得当掩埋场本色的问题，不过最近翕的相片佫有真侪本色，质疑县府讲白贼。大家可以从照片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有明显新的垃圾。
如果真的清除完毕的话，请拿出让社会检验完整的清除验收报告。竹东的掩埋场到底进了多少垃圾，出了多少垃圾，又或者是超埋了多少垃圾，未来怎么处理，从来都没有一个数字是对得起来的。我想杨文科县长以及新竹县政府当然有责任，必须要对此做完整的说明。面对质疑，环保局解释讲，这档掩埋场5月清除了后，目前主要是做专门粪扫使用的场所。现场的粪扫是1礼拜整理1摆，再去焚化炉处理掉。5月份的时候，把过往暂置垃圾已经全数清除，这个经过那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的现场确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依照竹东镇公所的需求，竹东掩埋场还是有必须作为那个垃圾转运的需求。必须把他们线上收集来的垃圾，在竹东转运站做一个集中之后，再由车辆转运到我们的焚化处理设施。这档镇公所表示，这档每礼拜大约会产生400吨的粪扫，需要有所在暂时放先整理。环保局指出，明年会帮这档掩埋场边坡进行勘图甲比划工作，计增加污染防治设施，来减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中丰原的红社里有能源业者要设大型的电厂，民众遭自救会今仔去市议会抗议，要求撤案。业者是强调讲一切拢合法，会佮电方来沟通。也毋过有民意代表嘛批评讲，政府的能源政策应该来检讨。台中市政府是驳回讲，这部分是中央负责管理的。土地财团。中华人提报条标记要求专案撤回，因为政治都灵科技公司伫台中市丰原区红社里设电力都灵场，今年中伫民众不知情之下进行施工，民众遭自救会4个定前求助无门，在依到台中市议会呼吁民代解决协调。6、7月的时候，他偷偷的动工，才跟我们知会说有储能厂在这里盖，人民的身家安全。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离住宅区那么近，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工地已经围起来大型货柜，都放伫有停地。自救会指控都灵场使用木业工厂附属设施名义申请，在当地设108个都灵货柜，915万粒锂电池。总功率100МW的大型都灵场，离上近面体干了30公尺，万一发生火警，效果是真歹收煞。而且新设阶段民众不知情，3、4个月进前进场时间才知影，采购去市府甲都灵场抗议，拢无得到正面回应。业者表示，工程拢合法申请时间，货柜内底实际装14688个磷酸锂铁电池模组，佮配有温控甲消防系统。去年到即马已经伫当地办5摆公开说明会。有消防设施、消防水池，然后离货柜跟最近的民宅都超过30公尺以上，而且还有2小时的时效的防火墙。法规上的调整应该要取得比如说居民的共识。民代认为，今卖能源政策依然有改进空间。台中市府官表示，电业申请是经济部权责，能源署是讲目前无收到这间公司申请。业者强调，都灵厂是协助台电稳定供电，降低电压负载升过悬跳电的风险。民众误解部分会个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年尾咯，台湾今年的代表里的投票结果嘛公布了，头一名是罢免的罢，有15000票；第二名是诈骗的诈，有7500票；第三名是饮水的饮。这3个字嘛，拢反映咱台湾今年社会的情势。若要用一字来代表2005年这年，你会选什么字呢？是诈骗的诈，兔仔桥林的兔仔，小天的天，也是罢免的罢呢？台湾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罢字。罢以15000票摕下2025年年度代表字，也那第二名是摕到7500多票的诈，第三名是饮。这个投票其实应是开放到前天吧，所以那个投票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他可能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年度代表里反映当年的社会甲国家的情势，受邀请出席的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孝廷讲，看到2029年的疫，就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当时我们可以训练，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疫情时无法度出国比赛，只用个一直训练。冬奥然后一年举办，结果头一届就失败。不过林孝廷无失志，终于2024年巴黎奥运夺得金牌。今年毋是亚奥运年，又按照计划训练，为此伊选的年度代表李时基。因为
顶尖的运动员、优秀的运动选手，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是很难持之以恒的，就是走到最后，然后可以站上梦想的舞台，甚至站上最高的殿堂，然后最高的颁奖台的位置。今年8月，世界拳击总会颁布规定，独立强制性的性别检测规则。咱拳协已经交到林玉婷的检测报告，不过根据了解，协会拢还未收到回复。林玉婷缺席9月世锦赛，11月下旬的2种赛也无参加。对着今年的困境，伊无放弃，也对应着月这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新闻哦，泰国甲柬埔寨边境冲突搁再弹烧，已经有超过50万的民众哦离开故乡。这场冲突是因为长期计价的争议甲互相不满造成的。美国总统川普虽然伫7月哦有协调来达成停火协议，也毋过两国是无互信，所以嘛无法度维持和平。泰军车被以 F-16战机甲无人机攻击，柬埔寨几6建着咧庆恩，距离边境20公里的双良镇空无一人，店家关门传呼，居民被逼离开家园，侪侪家庭带精神炸必需品倒向临时避難所。ហ្នឹងថ្ងៃទី3ឯបងហ្នឹងហើយតែម្សិលមិញវាមានកប៉ាល់ហោះវាមកទម្លាក់ដែរគ្រាប់ណា F-16 វាទម្លាក់នៅទីតាំងយើងកងពលហើយនឹងកងវិញហ្នឹងណាពេលមានសង្គ្រាមចឹងពិបាកខ្ញុំកូនតូចផងគឺវេទនាដល់ចឹងក៏មានតែចង់ឲ្យឆាប់ចាប់សង្គ្រាមលឿន。这是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争议引起的新一波武装冲突。伫美国总统川普7月超测停火并促成后，会这么紧搁再爆发，是因为初7一支泰国工程队伫争议边境区咧修路的时，据泰军表示遭遇柬埔寨军队开火，造成2个泰国兵受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敲电话，互双方停止敌对行动。We're scheduling a phone call tomorrow with Thailand and Cambodia. I think I can get them to stop fighting. 告总也呼吁爱随停火，双方停止对话。不过双方互相无信任，无法度维持。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分析指出，川普7月促成的停火协议本正就无啥路用。泰国迄阵是因为关税压力才同意停火的。若柬埔寨是希望外部介入，以弥补因实力的疏失。如今冲突再起，泰国外交部车闸表示，现此时毋是对话的时机，目前无法度接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调解。柬埔寨领导改战的动机是更较歹掌握。前总理洪森伫幕后影响因囝现任总理洪马瑞的决策，后摆因为干预边境争端引起泰国民众的不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美国的司法部长邦迪初则宣布讲，要出动军队伫委内瑞拉的外海来扣押一只制裁名单顶头邮轮，理由是涉支持外国的恐怖组织非法的石油运输网络。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是强烈谴责，嘛批评讲美国的行动是国际海贼的行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初则伫社群平台 X 公布美军坐直升机雷降到船长号邮轮，手提庆海执行扣押的45秒影片。美国的官员表示，任务是由海岸防卫队执行海军支援，因为停靠伫加勒比海的福特航空母舰出发。这个行动是伫国际海峡执行，规个过程正平顺，无冲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船长号是伫12月初2离开委内瑞拉，船顶载200万桶动质原油，一般属有国家原油进口商。船只追踪资料库显示，这只船进前叫做阿迪萨，互人指控隶属伊朗革命卫队甲黎巴嫩真主党。2022年去予美国列伫制裁名单中。总统川普迄天伫北京甲商业领袖所举行的研讨会议时，宣布伫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只6年来上界大邮轮。记者进一步追问，船顶原油要安怎处理？ Well, we keep it, I guess. 委内瑞拉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讲这是无体的窃盗，也甲国际海盗行为，会以绝对的决心捍卫国家主权、自然资源甲国家的尊严，并且会向国际机构检举、谴责美方的行为。总统马杜罗迄天伫卡拉卡斯的大型集会，对支持的民众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随停止对委内瑞拉甲拉丁美洲的非法而且残暴的干涉。Decimos no al intervencionismo. No a los planes de desestabilización de cambio de régimen. Allá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se dediquen a gobernar su país.
这2个月，美国伫加勒比海部署全球上大航空母舰福特号 F-35战斗机，15000个兵力。军事专家形容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加勒比海区域规模上大的军力集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议员范霍伦伊讲，川普政府扣押油轮，也甲一定哪吒打击运动船，背后敢若一个目的，都是用武力甲政权变落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联准会考虑到讲通货膨胀相关，佮劳动市场无介理想，所以降利息一码。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真不满讲降上少咯，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尔是一个真死板的人。也毋过嘛，因为联准会降利息，美国的4大指数是拢收红。也毋过甲股文的财报是真歹哦，所以股票大落，嘛影响到 AI 概念股的表现。另外，咱台湾的学者是预测讲，即届咱台湾的利率应该嘛是袂变。Everyone around the table at the FOMC agree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that we want it to come down, and agrees that the labor market has softened and that there's further risk. 美国联准会若亲像市场预测降低利息一码，这是今年以来第3届降利息。不过鲍尔表示，联准会决定降利息，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爱伫通货膨胀风险甲就业市场无好中间超一个平衡。不过联准会这个决策，却引起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I mean, this guy, the head o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a stiff, and you fight that. Except with him, not too much. He did a rather, I would say, a rather small number that could have been double, at least double. 联准会宣布降利息了后，美国4大指数收红，暗过加股文财报失利，拖退11大股开悬走低，像台积电等 AI 概念股表现较软。美国联准会宣布降利息一码，各界拢在关心18央行理监事会议的利率动向。央行现在呢，其实还是在打房哈，所以如果说这个时间降息，就有一点前后矛盾哈。所以说，维持利率不变啊，维持信用管制啊，应该是这一次理监事会的一个主轴。市场预测央行会维持利率政策不变，除非 CPI 年成率比1.5%较低，才有可能改变。但是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敢会放量，恐惊原来会影响房市交易的热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台北网界青山王者有暗号出巡，嘛伫捷运的西门站广场有一寡表演，现场是热闹滚滚，那么做伙来看卖。抢劫仪式开始，现场闹热滚滚，信众徛伫街路两边，恭候青山宫灵山尊王。今年一届的网架青山王者系咧活动陆续开始，为着配合青山宫170周年庆典，台北市政府伫咧捷运西门站头前的广场设艺文红大展演区，邀请真侪组文字团体甲在地人头来表演。暗会现场除了传统的歌唱手、乐队、火车以外，也有结合现代艺术甲庙会文化的真人艺歌，配合充满视觉甲声音的顶头演出，互街区变作是大型的户外剧场。规个西门町，互信众甲游客大家甜一甜，夜市、食食、街头艺文加上宗教祭典，有影是真热闹。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现场参加迎神的仪式甲红大暗会，伊表示今年青山王者规模是真大，希望透过文化甲艺文的结合，互更较侪市民甲旅客会当感受到网架的宗教甲地方文化。毋但是暗时举办的夜巡真有特色，拜祀的料景包括北港马等等6大宫庙拢会到位，也互信众真期待。2005年青山王者结合暗风料景甲红大艺文展演，毋但保留传统夜巡仪式，也互老祭典会当结合都市流行文化，透过艺歌、街头演出、夜市的活动等等的设计，互庙会毋但是宗教的仪式，对少年人甲游客来讲，真做是联捌网架甲台北城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下晡，宜兰国小校门口有一个有心的妈妈去接囡仔下课哦，雄雄腹肚痛，那要生咯。这个囡仔是赶紧去附近的幼儿园，找人斗3工来叫救护车。阿婴的头已经赶紧要出来咯，消防员嘛赶紧来协助送病院。虽然是真紧张哦，家在无仔囝是拢平安。救护车赶去宜兰国小的门口，因为一个3年的学生，因老母有心，雄雄感觉腹肚痛，提早2礼拜紧急生产。现场宜兰附设幼稚园主任林秋平已经先到甲阿婴的头抱咧，等消防员来斗3工，情形真紧张。
消防员先将红影包咧保持温暖了后，甲附近人扛去林冷桥送病院，母仔囝拢平安。林小平甲过糖铺去伫网络顶，引起真大的回响。伊讲学生来找人斗相共的时阵，因老母都已经叫客停车，毋过无偌久，红影的头都已经出来啊。客停车嘛无爱载，伊敢若会当先甲红影的头抱咧，紧叫救护车。头一摆拄着，有影是惊一条。我就打了119这样子，在那个打119的过程，他就已经生下来。即个紧急生产，落尾手母仔囝拢平安，学校是真欢喜。形容囡仔拄出世的哭声是上美好的乐章，嘛讲未来即个囡仔若来读宜兰附设幼稚园，会当要读开。是协助他，就是赶快上床，然后赶快上车之后，我们赶快照顾新生儿，就是做我们的新生儿流程，就是做擦肛保暖百位加刺激。消防员建议，民众若拄着有新的人向紧急生产，除了报案，会当先提清气的布，甲红影包咧保持温暖。若要有时间，会当甲红影的喙甲鼻切切的，或者是轻轻啊饲伊的骹腿，增加活动力，等待消防来救援，会当保障产妇甲红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台湾开放纽西兰的鹿茸进口零关税。中华民国饲鹿协会就指出讲，今年咱国产的鹿茸销量减要5成，影响是真大。农民嘛望讲，政府会当来辅导鹿茸产业升级转型。甲现版的牧草放入起机器内底，才分互鹿仔食。但台湾生产的鹿茸占全国产量的1/5，是第一大产地。饲鹿协会理事长也是国姓乡的鹿农，伊表示，对今年开始，台湾开放纽西兰进口鹿茸零关税，影响到国内鹿茸的销售减要5成。除了中药商、加工业者、老客户拢流失。放牧市它没有办法全面去照料到每一头鹿。那我们台湾是精致式饲养，有办法去顾及到每一只鹿仔它的健康度。冲击很大，因为介绍较俗啊，咱家是主要人工在饲养都较新鲜，咱家食全水。鹿农表示，国外放牧成本价，也若国来饲水鹿的管理有功，是小龙百年传承的产业，也互因带套房重视环境的清洁，确保鹿仔健康。饲鹿协会也认为，目前推测净零碳排，不过进口鹿茸会制作偌济碳卡价，爱用在地鹿茸才是上青，而且符合环保。看是伫销售方面，看会使要安怎做推广，互咱的国人对咱的在地的新鲜鹿茸有更大的认知。想办法来结合这业者讲，无来用生产力的认证来我们来辅导互伊做一个品牌的这个行销。农业部目前有辅导鹿农做国产鹿茸标章，南投县政府也指出，目前农业处有补助鹿场升级设施，也有补助办鹿生节这的观光行销活动。未来也辅导鹿农加入品味南投的品牌，强化行销通路，也协助办是农教育活动，甲民众带到鹿场，争拔国内鹿茸的好。记者欣欣以南投报道。最近是乌鱼的季节咯，云林县沿海地区真侪所在拢开始拍乌鱼子咯。云林区议会是表示讲，今年的产量真稳定，野生的乌鱼子量嘛真侪，所以介绍一斤是比去年俗100块左右。议会甲县政府嘛做伙来办乌鱼料理的办桌，斗相共来推销。烘甲赤赤的乌鱼子是过年一定会食到的料理。云林口乌鱼养殖的数量占全国1/4，今年产量稳定，佮加上野生的乌鱼子大丰收。云林区议会就讲，今年乌鱼子的价销一斤比去年俗差不多100块。今年因为在野生的乌鱼子伊的捕获量有比往年较侪，所以今年的价格阮以为有压缩伫迄个比去年搁较俗100至200的这个空间。过年过节的话，我们都会那个买乌鱼子啦，都会买乌子送礼嘛。如果说我们知道今年的那个乌鱼子价格比较低的话，我们会想要说那这样会多买一点。云林区议会表示，为着要行销乌鱼子，已经连续几啊档办评鉴，希望让规台湾的乡亲拢知影，这云林出产的乌鱼做成一盘一盘的料理，是会让人嘴软插插的。一开放注文200道，随抢甲无位。
我们云林乌鱼的养殖大概是112公顷，占了台湾的1/4，所以我们云林的不管是欧一卡啦、欧一季啦、欧一标啦，其实是都非常的美味，而且我们的养殖面积是占了台湾的25%，所以这产量是非常的多。农业处讲会继续提升乌鱼子加工的品质，用多元的方法辅导养殖场，卖继续举办乌鱼创意料理的办桌。希望讲会使吸引消费者来到云林观光吃好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经济部11月底核定台电针对核电厂现状的评估报告，经济部是认为核三厂有机会在2028年停放。核安会早起伫立法院嘛指出讲，若台电的审查报告真完整，嘛无啥物大零件爱换的话，有可能是伫2028年会当停放。核电厂延后是毋是需要环评？环境部无清楚的答案。部长潘启明前一日表示，希望核安会应负担搁较侪责任，将环保纳入审查考虑。核安会主委陈明真讲，后续环境影响有纳入评估，其他也是要问环境部。会觉得环境部管太多吗？还是？我没有这感觉。那主委自己本身会希望有环评吗？依法呢，这个议题是应该由台电请环境部来做个评估。环境部对核安会有建议，经济部是跳过核安会直接讲出核三停放时间表。核安会真侪摆表示审查时间真歹有果，不过经济部长景明新认为核三应伫2018年停放，不过核安会再去证实是真侪前提之后有可能。台电审查报告很完整啊，我们的回复我们审查意见，很快速回应，我们现场视察。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2028是有机会的零件需要更换，那当然是有可能。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为核事请兵，对开所成核起的核电厂无必用，问主委陈明真敢袂心痛？你会感觉心痛袂？会不会难过？感谢委员。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也伫记者会批评迄时阵，凊彩烧坏互核电停放，向遐互全民承担核灾风险。屏东的居民有很强烈的一种焦虑，就是很多的政治决定就在台北做了，那承担呢风险的承担就在地方，在屏东这些地方必须要承担。有国民党立委关心，核安会被港三级单位被监督第1级机关经济部自海台电向要监督无对等，是不是应该搁提悬机关的位阶呢？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是表示，提悬对国际交流、人才培育甲跨部会整合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拢正重视氢能源发展，台湾的中油阁有民间业者嘛伫高雄设咱台湾头2座的加氢站，今仔早起启用咯。加氢厂菜伫台顶代表主题动能，台湾中油11甲工业气体厂商联合林德宣布，台湾第1座甲第2座加氢站，高雄南马区加氢站甲秋果示范性加氢站隆重启用。这个过程中都是缺乏了相关我们国内一个以往的一个潜力。那么，但是呢，我们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呢，也跟相关的主管单位呢，逐步建立起共识跟方法呢。站长也加氢厂准备加氢站分做300甲700两种规格，加氢的流程甲加油相像，不过轿车敢若需要大约5分钟，大型巴士大约爱10分钟到15分钟，这要有些防灾设备甲紧急开关，确保安全。如果消费者接受，那整个能源转型也应该往前走的时候，未来的第2点肯定就是在南北一定要有一座，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来再建制。小氢气敢若会产生水，未排放二氧化碳等等微小气体。目前全球大约有1000座加氢站，韩国甲日本拢已经设上100座，即马台湾也加入布局，希望启用了后会当对交通部推动氢能大型车试办计划有帮助。氢能货车或卡车可以把它引领带入台湾，让台湾可以在重型运输载具方面，能更快的去进行所谓的电动化。氢能的介绍，即马搁咧研究，急切期待政府会当扩展真侪类型的氢能载具计划，好加团赶紧通应用到日常生活。那交通、经济部甲高雄市府也表示，会鼓励各产业用氢能实现咱个净零排放的目标。公司新闻参报道。来看高雄中继看性别医疗团队利用拔毛来中继女性的性器官，新的技术无需要搁手术一段肠仔，所以买当来减少肠仔道的并发症，手术恢复了买较紧。对我来讲是，
我的重生也是我女儿的重生。文文讲，这届手术好亲像母女重生，对拒绝认同囡仔性别，到陪伴查某囝进行跨入性别手术，紧张的亲子关系总算登和。我很希望大家也可以意识到说，性别确认手术对于许多跨性别者来说，其实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高雄中家跨性别医疗团队最近成功完成骨腔机械手、辅助腹肚膜阴道成形手术，降低手术了后的疼甲并发症的风险，让跨性别女性得到有功能甲自然外观的性别证件。这款的手术在国外已经有上千例，不过在亚洲无普遍。那其实这个单孔达文西的腹膜手术，是在2017年在纽约所发表，以及他们的论文发布。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000例的经验。对，那目前像在韩国、日本，韩国到今年11月才开始有。医疗团队讲，较早民间常常有同跨性别手术会较早死的观念，临床的数据来看，并无这款的状况。因为死亡率悬是真侪人无专业的手术了后，照顾团队还有去国外手术，回国真歹家己照顾。高雄中家将下秘招进行精神科等团队，精神科医生手术前至少要1年的评估来确保患者意愿。我要确定他就是已经适应他的另外一个性别的生活。那另外就是说，他如果做了手术不会后悔，大概就是我们最重要的2个原则这样。有一天可以达成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身跟心是一样的。医生也提醒，骨腔机械手、辅助腹肚膜阴道成形手术，除了费用全部自费，也要一世人家己顾中间的部分。敢要动手术，有时还斟酌伤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19954名专线这几档，除了电话，佮增加网络文字的服务，帮公档来协助青少年哦。今仔嘛公布3档来的成果，服务量是成长4倍，平均大概服务的时间是55分钟，比电话18分钟哦，佮较久。文字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拢是13岁到29岁的少年人。大家拢有听过19954名专线，不过时代咧改变，现在青少年已经无介意讲电话啊。4名专线为着要下青少年的习惯，伫3档前积极推动文字协谈，改用赖、面册传信息的方式来关心青少年。青少年你要叫用电话咧讲较困难，所以大家用文字来表达，这会使甲拄者其实是足孤独、足孤单。离社会边缘的人，有法度因会肯出来讲。伫第一线的社工指出，较早用讲电话辅导讲伊受袂开的比例是9%，即马透过文字协谈表达伊想要行底路的有到37%，这么悬。当中有5%表示伊已经有伤害家己的行为。生命线协会认为，这也显示出来虚拟的世界，青少年较愿意讲出心内的苦楚。很多伙伴上来，可能就是在歌的当下，那。跟我们讲说怎么办？我好罪恶哦，我割我自己了。那我们也没有鼓励说，这个自伤很有用。但是当我们青少年愿意说的时候，我们就先告诉他说，谢谢你跟我说啊，没有关系，啊我在这边，我陪你。生命线协会指出，文字协谈对2023年试办到今，服务量已经成长4倍，服务超过3600人。大部分求助的年岁层是13岁至29岁，上细汉的敢若12岁。数据也显示，每届文字服务的时间是55分钟，和卡电话18分钟比起来，加出来37分钟。其中有75%感觉心情变好。生命线也提醒，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常常互人误解是咧加可怜，实际上因是求助的信号。未来因若计划加入 IG 找即寡少年人爱用的平台来协助青少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得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罗尾人嘛是无出现哦。伊的查某囝来台伊领奖，诺贝尔和平奖的主席嘛伫典礼顶头呼吁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应该得爱接受选举的结果，赶紧落台。She wants to live in a free Venezuela, and she will never give up on that purpose. That is why we all know, and I know, that she will be back in Venezuela very soon. 根据消息，马查多原底想要偷偷出境，为委内瑞拉坐船去到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佮为当地坐私人飞机去到奥斯陆。这项行动由伊的安全团队安排。相关的消息由《华尔街日报》先报出来。I'm very sad and very sorry to tell you that I won't be able to arrive in time for the ceremony, but I will
be in Oslo and on my way to Oslo right now. This is a prize for all Venezuelans. 伫颁奖典礼，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也真罕见口气真硬，点名马杜罗政权。Mr. Maduro, accept the election result and step down. 迄暗伫奥斯陆街仔头举办夜会游行，向马查多来致意。现场有真侪人咧喊自由委内瑞拉万岁。也毋过伫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是批评典礼是失败的丧礼，表示挪威街仔头示威者讲这是带回和平奖。总统马杜罗伫一场支持者的集会当中，呼吁伫甲美国关系变紧张的时，大家就爱冷静。Don't worry, be happy. 因为马查多袂当及时去到现场，颁奖典礼也增加无确定性。当时，这个反对派领袖的动态，甲委内瑞拉参美国伫加勒比海的冲突，也是国际观察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头一个查某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拢真受到各界的注意。伊的态度甲发言甲一般日本传统的政治人物无啥相像。伊阁会引用动漫的内容，所以受到真侪少年人的支持。即马向伊挂日本品牌的卡棒，阁有伊用的笔，嘛拢袂甲无悔。働い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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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ります。即马人气非常悬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伊的一举一动，大家拢紧紧看。伊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时阵，坚定的开口，强调要替国家拍拼的这段单位，随行选做年度的10大流行语。除了安尼以外，伊第一天加入办公室挂的乌色卡棒，嘛正做女性讨论的焦点。今回話題にしていただく前までは、40代ぐらいの方の働いている女性の方が多かったです。ただ今回の SNS で話題にしていただいてから、20代ですとか30代のお客様からのお問い合わせだったり注文も増えている状況です。网友把这个卡棒叫做早苗包，是东京一间145年历史的手工批革工坊做的。业者讲本首相的福气，公司网站的流量突然间就翻100倍。若目前这8个涉水的卡棒拢总卖甲空，注文的人就要等到明年8月才会使摕到货。高市真爱用的这支粉红色的笔，乡亲嘛真爱。不管是店面还是网络，定定卖甲欠货。伊的低头装甲笔扎的清茶，嘛真做即马上届时行的打扮。今までそ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かな、総理大臣を応援するみたいな全くメンタリティそういうメンタリティなかったような人たちにとってかっこいい女性像を応援したい、ああいうような形の憧れ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捉えられる側面が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伫咧高市进前，另外一个引传流行的人物是英国凯特王妃。这年来，伊拢是频繁的搭配，定定穿英国较细间的品牌，一穿起嚟大家就抢个要买。也佫有侪装摊的物件，拢是来自西班牙的快时尚品牌，像讲外套、洋装，也佫有耳高，只要伊一穿，马上就会大欠货。值得注意的是，伊嘛捌挂台湾设计师设计的卡网，嘛互即个品牌请到国际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